过去0206大地震的时阵，大致市场大楼的1楼落落，原本4层楼敢若剩3层，最后敢若当拆除顶建。期间经历过2档的都市更新，佮有2档半的顶建，伫咧109年4月的时阵完成。3号上午，台南市长黄惠铁甲社会局长陈荣之来到现场慰问，并递进祝福的红包作为入出礼。今天很高兴哈，也是我个人的荣幸哈，因为大家经历了这段时间，0206地震哈，真的是很这个让人家觉得不好意思哈，让大家这样子哈现在我们把这个大致市场重建起来，而且是盖高起来了哈。那这个1、2楼是超市化的市场哈，那应该里面的硬体设备要有一些改进。那3到9楼就是住户那我们也希望说这个能够让可是有一个跟各位报告，这几年来建筑成本大幅增加其实我们的改建也面临到很大的压力但幸好能够及时完成。你也讲今嘛我举一个例以前咱要去活动中心，一坪10万、11万，多厉害啊！12万都签不下来落啊，即嘛15万算俗的，一坪16万、17万的拢有，咱活动中心。所以你也看公共活动中心咧，足简单的建筑无人来四角但是呢，你也看这建筑成本起价真正是足迄落的，所以当初时台积电来讲。伊讲因的工讲一礼拜做6工领7工的钱1工2000、3000一直跳，所以咱即摆都请无工材料嘛搁起所以伫遮咱多好，咱会让大致市场完成。我们很感谢营建单位，也很感谢我们公所还有社会局大家的努力。今天大家一起来欢庆入厝。市长感谢各界爱心合作，6档前的大地震受灾顶建的工程嘛拢陆续完成。市长勉励大家爱勇敢向前行，伫各界共同努力之下，嘛，互未来更安全、更有品质。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